我们好你个没给我们卡子嘛？那头有这有。这没够。哇，可以。哇，看，打手哈。哎，你看这喊了吗？这个哎呀，我拿手哈。好，你那是看动作吗？说你找哎。哦，背的只能觉得哎倒腾呢，这是的。哎呀，哎倒腾啥嘞？我头哎。这样可以领着菜毛，你就这样。还知道我看动子。开路。哎，开啊！我拿的人，不拿多就倒。我讲个多的钱了，哎个，他谁知人家不倒？哎，动子知道我哎个高蹦蹦。这种艺术係太好噶了吧？個細佬俾啲只能嘢咯，我嚟睇下誒，嚟影啊我點看都一樣的厲害。這下就係影着。你這怎麼去？啥？哎。再找不到，再叫我哎。哎呦，好那都一直倒，那都咁多小毛呢？真闹咯！他的手指头。你真的被一卡，搞得就是崛起。那我眼睛长得着的。哦，原来。谁？你看你个身体，你看一起坐上，你看这99哈。我的天，这手指头！我没吃了，这手指头。你看搞不动。我等到说，手机怎么？我真的吗？他这样，啥？妈妈的，妈啥？妈靠的，不好了。猫蛋呢？说，你说，说哎，我光头。我是你拿这个看好，我们去看了。你那知道好，要给高个。要给高个一直到我去看。要做起来啥哩？做起来啥哩？我那咯，要到我最那里都来咯。这个是要哪个好看的？这个白色的木头哎呀！谁这个是对，高那是呢？我看这个这杯多高的吗？都这样，都到哪？我没得，我的年狗了，叫我拿出来做啥叫做赔哩？我等了要出字啊，专有人那杯可以阿杯那没卡样那问题嘛？要这没问题，我毛都高了哈。哎呦，该多多看。